咱台湾这几冬常常出现欠水问题，也因为种黄豆仔用水量敢若是种稻仔的一半尔尔。新德县就特别举办国产黄豆智慧农业的广播活动，希望会当吸引到农民，甲稻仔甲黄豆仔这两种作物轮流来种。自动采收机踮大豆园内底穿梭，农民唔免搁像过去需要人工方式采收，浪费时间搁了工。而且采收落来大豆，较容易经备好啊。农会讲，板东常常有欠水问题，希望农民会当定工时期改种大豆。这样比较好，因为大豆比较水是那个水稻的一半了，那个水稻的话要很多水，现在缺水啊。对，种植的时间点比较干旱。那另外在收获的时候，大概11月左右，也是我们雨水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时间，所以种跟收都是在它比较适合的时间点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在2期作为大豆主要的栽培期。国内贩卖大豆等产量，目前有9成4拢对国外进口。国产大豆敢若占0.2%。农林署最近几年设大牛村计划，透过补贴鼓励农民甲稻田当做产牛。总面积里有超过30公顷，农委会有一个那个大粮仓计划，有那个一甲地有补助5000块，那就30公顷就有15万的补助。透过专家踮现场解说，就百位农民唔哪知影安怎种大豆，嘛了解如何预防病虫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